阿姊啊，准备要录影哦，嘿。阿姊啊，阿姊啊，你是在看啥啦？请问人最生气的词，或者气噗噗，汉字气噗噗是安怎写嘞？A 气噗噗 ，B 气噗噗 ，C 气噗噗。我刚刚应该不是 C， 因为 C 应该是阮少年人，可是因为在讲到那个字，应该不是正确的。哦，所以 C 为掉 ，C 为掉。过来 A B， 我们猜 B， 但我不知道。下面，阮两个感觉 B 啦。因两个感觉 A。哦，是爱问你讲 B 啦，哎。 Listen to your heart, OK? C A C， 伊 C 都会掉，你是咧 A 确定吗？确定。好。恭喜恭喜！拄则讲，这个是感觉吼，所以用心字边的，这是正确的解说哦。因为你若做字边的吼，咱会讲修复好，咱袂讲气噗噗，哎，修复。爱 A 这个答案才是正确。